国际消息，咱来关心在美国加州旧金山东边发生火烧山的消息。到当时已经烧几啊天啊，目前消防员还阁拍拼伫咧拍火。那即马是已经烧超过1万英亩的土地拢烧了了，当局嘛已经赶紧甲居民疏开。伫咧旧金山东边差不多90公里，互人叫做克罗大火火势，即马烧的方向探向有10万人口的城市翠西部分地区，已经有厝被烧害。火势自拜六初一下昼开始烧，有2位消防员受伤，好在这无大碍。Currently, we're engaged in this fast-moving grass fire. Fire crews are out battling this fire in very tall, dried grass. And you can feel the winds at our back right now. 即马已经炭烧超过14000英亩的土地，差不多3成的火势被控制。火一开始是伫咧离加州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，也是美国重要核武器科技中心之一的所在地所管理的山峦顶开始烧，才有发真侪草啊。导火原因也搁伫咧调查。The big concern is the grass crop. Being out, just walking through it, it's 4 feet tall, and it's pretty thick and matted. We call it a light flashy fuel. That grass just burns so readily. 劳伦斯利佛摩国家实验室发声明讲，目前野火对实验室的相关设备或者是运作无造成威胁，也已经下令疏散甲启动紧急行动中心，方便规个拜六监控灾情。根据气象预报，随时的温度上悬到摄氏29度，无落雨。将来天气会更加热，另外包括翠西在内圣约金各地将会出现危险高温的天气，温度上悬会到摄氏39.4度到42.2度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